总统赖清德上任了后，头一届提名大法官，7个人选包括台大法律系特聘教授张文晶担任司法院长，伊是台湾头一个女性司法院长的被提名人。那副院长的提名是国会观察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姚立明。翕相徛伫副总统萧美琴边仔的是司法院院长被提名人，台大法律系特聘教授张文晶。总统赖清德任内头一届提名大法官，7个人选伫30出来。副总统萧美琴表示，这届提名的有国际法等等4项核心价值。张文晶正做咱国头一个女性司法院长被提名人，这个责任是真重。伊讲法院面临真大挑战，目标是要建构法院的社会信任。我们的院长被提名人年纪跟我差不多，那我相信社会各界对于我们的宪政机关当中有不同世代的视野、视角，以及丰富的专业经验，都有一定的标准跟期待。我们的法官跟基层司法人员长期过劳，优秀法官人才流失。身为司法院院长，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建构法院的社会信任。国会观察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姚立明获提名做副院长，其他5个大法官提名人包括台大国家法典研究所教授兼所长刘静怡、最高行政法院法官兼审判长王碧芳、政大法律系教授何乃杰、成大法律系教授陈文才、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研究员聂福德。针对司法院正副院长的人选，萧美琴表示，罗总统提出超越党派组合，持续推动司法改革。这个不同世代、超越党派的组合，全体的司法官更应该是人民的法官、全民的法官，强化人民对司法维护、社会公益的信心。现任的司法院长柯宗力、甲副院长蔡景敦等等7个人，任期伫10月底会到期。提名7个大法官的人选，会请立法院同意了后任命。今嘛国会执政势在野大，面对国会检验，萧美琴讲，每一个拢是国家的大挑。若顺利任命，全体大法官的人数，女性的比例我要甲一半，创下历史新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